愚昧的选择导致以色列国分裂。那第二段背道立偶遭审判，那就是讲那个在范围是列王纪上12章25节到14章20节。好，那这一段主要在讲那个耶罗波安，他造2个金牛犊，他说2个金牛犊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那这个陷以色列人于罪中，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大河之西，他就回到那个亚伯拉罕进迦南前的原点。好，那这一课的课程目标是我们在做决定时要谨慎警醒，凡事查验，寻求主的心意。我们在做决定时要谨慎警醒，凡事查验，寻求主的心意。抄完了看下面的部分那我们看那个王国分裂前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2国之前扫罗、大卫还有所罗门，他们分别做几年的王？40年OK 好。可是那个扫罗的王朝扫罗的王位像流星，那来得很快，也去得很快。那扫罗呢，就是逾越职权，擅自献祭，他又贪爱当面的物，所以早早被神厌弃。那神就另外高立合他心意的大卫做王。那因为大卫之约，神就应许永远坚立大卫的国跟他的国位。那第3个王所罗门他很有智慧，但是不属灵，有生命，有才能却没有生命。他不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一心一意向着神。好，那晚节不保，就是昏庸荒淫，种下那个以色列国分裂的祸根。那我们看那个第1段就是第1段弃智者与国分裂那在主前930年，所罗门60岁死了。这时候呢，他的儿子罗波安41岁，他去到示剑，准备接受王位那所罗门在做王的期间以色列人享受太平跟荣耀的日子，同时呢，他们也负担那个很重的重税跟苦读的重担。因为那个官吏跟人民他们要轮流定期供应所罗门建造圣殿、王宫，还有国防设施以及皇宫很奢华生活的那个很大的开销像网络上比较清楚。好，不要用这个。对。OK 好，好，安尼讲有好，那我们看那以色列人对，好，那因为那个他们要有负担很重的重税跟那个苦服重税跟那个很重所以以色列人就请求耶罗波安跟他们一起去见罗波安。那耶罗波安呢，他之前为了躲避所罗门，他曾经逃到埃及。他现在所罗门死了，他又回到国内那耶罗波安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曾经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所以他知道民间疾苦。那耶罗波安跟群众就要求罗波安说：“我们所做的可不可以让我们所做的苦工跟所负的重恶轻松些？那我们就服侍你。”好，那罗波安说好，就吩咐他们说好，3天之后你们回来听我的答复。那前朝的老臣就跟罗波安说他说。你如果服侍这些民
那像仆人一样服侍他们那说好听的话回答他们，那他们就会永远的做你的仆人那老陈这种建议非常的明智他很符合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然后又是领袖如仆人来服侍人的典范可是呢，罗波安他偏偏听取他无知年少朋友的意见，他们说就对罗波安就对那个百姓说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那我的父亲让你们负重恶，我要让你们负更重的恶。他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蝎子鞭是什么？蝎子鞭它布满那个尖锐的金属，还有小石头或者碎骨。那用蝎子鞭来责打是很残酷的刑罚。那罗波安呢？他自高又自大偏离那个神的道。那这是那个违背那个生命记17章18到20节摩西的吩咐。摩西敢讲你们做王的必须要敬畏神，而且要谨守遵行神的命令，不可偏左偏右。以为你听好。那在这里是这里，对不起，刚刚没弄到好。再来，罗波安他不肯依从百姓，不肯听百姓的话这个是出于神。好，那为了应验示罗先知亚西亚对耶罗波安所说的话。好，那示罗的先知对耶罗波安说什么话？好，谁要回答？正爷我的家由正爷回答。好，翁章医师你要不要代答？那个示罗的先知对耶罗波安说什么？就是讲那个什么12片衣服那个他们在那个两人在那个对，在那个耶路撒冷城外相遇，然后两个人在那个田野。好，对，那个示罗的先知就把他新衣服就撕成12片。对，这个事情知道给他10片这个事情。好，那这是上帝的意思那我们要回到前面那罗波安看见那个百姓看到罗波安不依从他们，他就跟大卫家做切割就不再效忠那个罗波安那罗波安呢，他有点白目不识好歹，他就派那个亚多兰是掌管苦湖，好，派他到那个北方以色列人那边要去征那个苦役那有的人是说他去镇压那个反叛的好，那亚多兰就怎么样？被石头打死了那罗波安就仓皇坐车逃回耶路撒冷。那这样从此以后那个以色列人就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那从此以色列国就分成这是前面的好，从此以色列国就分成那个南北两国就是应验先知亚西亚在11章对耶罗波安所说他的预言好，那就北国10个支派就去拥立耶罗波安做王，那南边是犹大跟便雅悯，就是跟随罗波安。好，那罗波安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召集那个犹大跟便雅悯18万人，他准备去攻打北国以色列就好，我要把那个国家夺回来再归到自己。这时候神就吩咐那个神人，就是罗波安的先知叫示玛雅跟他说他说那神人就告诉神就告诉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罗波安和他的众人不可和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征战，因为这事是出于神。那罗波安就有听话他就遣散众人他们就各回各家去了。那个列王记上12章1到19节和历代志下10章它一字不差，完全一模一样。
好，2章哦就完全一模一样。好，那列王纪上12章21到24节哈，和历代志下11章1到4节内容是一样的。那历代志下哈11章5到12节这一段经文是有关那个犹大国被坚固。那这一段经文哈，列王纪上没有记载。好，那有关犹大国被坚固哈，圣经这样写啊，就是示玛雅不是劝退那个罗波安去攻打北国吗？哦，讲叫伊使去拍北边哈。好，那罗波安呢就安居在耶路撒冷。那他在耶路撒冷安居哈，他修筑那个耶路撒冷，还有犹大和那个犹大地跟便雅悯15个坚固城。好，那在城内呢，他就预备粮食、橄榄油还有酒。好，另外他还安置那个军长，他又预备盾牌还有枪。好，那把那个让这个城非常的坚固。好，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很严格的去控制那个犹大地跟便雅悯。那到了历代志下11章的13到14节哈，那散居在以色列全境的祭司和利未人哦，他们放弃他们在地的郊野和产业，就来到那个耶路撒冷归顺罗波安。为什么？因为那个耶罗波安拒绝他们做祭司去侍奉耶和华神。好，为什么？因为那个耶罗波安为了丘坛。还有为鬼魔、为自己的缘故，他制造金牛犊。那还有立谁做祭司？是凡人啊，立凡人做祭司哈。那以色列各支派他们有很多人他们想去寻找他们祖宗的上帝啊。那他们就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向耶和华献祭。好，那这段时间耶罗波安行神的道3年，好，那神就坚固犹大国3年。那再来看，接着看历代志下11章18到23节。那罗波安有18个妻，60个妃嫔比他爸少很多好，然后那个28个儿子，60个女儿那罗波安他很宠爱那个押沙龙的孙女，叫做玛迦。现今下女儿啦，她其实是孙女。那她的女儿叫做他玛，她是为了纪念她那个被玷污的妹妹，所以把女儿起名叫他玛。那玛迦是她的孙女，玛迦是那个押沙龙妈妈的名字。好，那另外就是立他那个他宠爱的妃子，就是玛迦的儿子叫亚比亚。立他做继承人。那罗波安办事精明、精巧好，那他有很多的儿子就是60个儿子，通通安置在那个犹大跟便雅悯的坚固城，那很丰厚的赏赐他们希望伊真济也是赏赐很多妃嫔跟那个礼物那到了那个历代志下12章12章的1到12节那前面讲过那个神是不是兼顾犹大国3年？好，那这段时间那个国家一强盛罗波安呢就离开神的律法，百姓就跟随他去得罪神了。好，那这些得罪神的百姓他们犯的罪比他们祖先所犯的罪更惹神发怒他们建造假神的殿，然后殿里面就圣殿里面他们建的殿里面有男娼，就是那个男的娼妓在卖淫，然后又立那个石柱跟亚瑟拉的神像来拜，那跟那个迦南人一样的邪恶。那罗波安做王的第五年就是埃及王示撒，他就带了1400辆的战车，还有6万的马兵上来攻打犹大国的坚固城。好，那罗波安因为他犯罪神就把罗波安交在那个埃及王示撒的手里。那等到罗波安呢悔罪自卑，那神就不灭绝他们好，那神的话就临到那个示玛雅，
跟他说我不灭绝他们。好，可是呢，他说我不灭绝他们哈。那因为他悔罪自卑，那神对那个耶路撒冷就不倾倒他的愤怒。好，可是呢，以色列人要做示撒王的奴隶。好，这要让他们知道哈，你服侍神跟服侍世上的统治者有什么不同。好，那埃及王示撒哈攻打罗波安这件事情哈，就是耶路撒冷第一次被那个外族攻陷北北哈。那埃及人呢就抢光了那个圣殿还有宫殿里面一切的宝物，修了的殿，然后包括那个所罗门他做的那个金盾牌。那罗波安呢，他后来又做了那个铜盾牌来取代金盾牌，可是铜没有办法跟金的荣耀来相比。好，那这个在讲义有提醒到一点，他说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神复活的话在做工就是参加一些那个教会的活动那个也没有办法去掩饰那个我们内心的空虚跟贫瘠。好，那现在回到前面。这个是刚刚好，那现在回到这里好。那罗波安的政绩呢？我看他的那个政绩，简单的看罗波安几岁登基？那个所罗门王死的时候，他41岁，做王17年。罗波安嫌恶，为什么嫌恶？这边有红字那边，因为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好，这是对他的那个评价那罗波安他常常跟那个耶罗波安征战，这个也没在听上帝的话，上帝都不可以跟你的兄弟战争，可是他还是常常在跟那个耶罗波安征战好，那我们前面讲过就是罗波安就是南国犹大被神监立3年嘛，可是这3年当中罗波安他是为自己的权益在工作，因为他把神的国变成他自己还有他自己子孙的国。好，然后他不是为神的权益在劳苦他是为自己的权益劳苦。那他不是为了神的国，而是为自己的国。好，那罗波安的母亲是哪里人？亚门人。对，很好亚门人，他叫什么？叫做拿玛。好，那这跟罗波安不专心跟随神有很大的关系。好，因为他那意思就是说，父母亲如果是那个异教徒的话对儿女会有比较不良的影响。好，那我们来看看那个2个好的例子，就是看那个摩西跟撒母耳。好，这2个人他们很有信心，而且都是为那个神的见证站立的稳稳的。那他们呢？圣经有一节在讲他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道。好，他们不会弃绝那个主的名那2个都是得胜者。那这个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母亲主要是他们的母亲从小就把那个神的话传给他们，然后又教导他们熏陶他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那个父母亲对那个小孩子的宗教信仰，就是对信仰有很大的影响力。好，那我们来看那个原则1好，就是说对目前的困难要寻求神的智慧，等候神显明他的心意。这是原则1对目前的困难要寻求神的智慧，等候神显明他的心意。那罗波安在听完老的跟那个少年人2方的意见的时候他没有仔细思考，也没有求问神。好，他也没有求问神，也没有仔细思考说哪一方面说的比较符合神的说法的神话语的标准好，那我们现在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会去寻求神的智慧，还是依靠人聪明的算计好，那我们需要忠告那个意见的时候会去寻找谁的意见？
就想想看啊。好，那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二段，第二段就是被盗利偶遭审判，在讲现在主角换到耶罗波安，前面罗波安结束了，现在看耶罗波安哈。那耶罗波安呢？好，那耶罗波安做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的君王。好，那他为了巩固他的势力，他就在那个约旦河西边，约旦河西边哈，约旦河西边的示剑，还有东边的比努伊勒这2个城市哈，他建立那个强大的军事设施。那为了控制那个约旦河两岸的以色列人啊，那耶罗波安他在做王的初期哈，他建立3个行政中心，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2个示剑跟比努伊勒，那另外一个叫做德撒。好，那罗波安他心里很恐惧，他害怕哈，那个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真神，然后归顺罗波安。这样的话就可能会背叛他，又把他杀掉。那耶罗波安因为他的恐惧哈，因为他的恐惧哦，他就远离神，然后他的担忧呢，就使他对那个缺乏的，使他对上帝的信靠很缺乏。好，然后他本人又有很多的那个政治算计，不相信神的应许。好，神的应许刚刚有讨论过哈。上帝跟他说：“你如果像大卫那样子的话，你的国就不会兼顾你的国哈。”他不相信，那他就自己怎么样？筹划定妥。筹划定妥，他去做什么？就制造2个金牛犊啊。好，那一只安置在哪里？对，伯特利对，另外一只呢，在但哈。好，那他还说服百姓说：“你们不用走远路，我们给他去到那个耶路撒冷去敬拜。”好，然后他又对百姓洗脑他说：“这2个金牛犊就是带领你出埃及的神。”这种说法很像谁？有没有很像亚伦的？对，这种说法跟亚伦很类似对，很相似哦。那金牛犊膜拜是源自埃及，因为埃及人相信那个牛犊是他们神的座位。我不想说宝座，宝座是神的宝座，是座位神的座位。那以色列人就混合那个真神敬拜跟假神的座位。那金牛犊呢，最后就演变成以色列人的偶像。好，那耶罗波安也在那个丘坛那边他就建殿，然后立那个凡人为祭司，那把祭司安置在伯特利。好，这个很违背那个民数记3章10节的律例。好，民数记3章10节说只有亚伦后裔才可做祭司。好，那耶罗波安呢，他自己也献祭给伯特利的金牛犊。除了上面这几个很荒唐的事情之外耶罗波安又立定新的节期。好，他就把那个祝棚节祝棚节是哪一天？7月15。OK， 太厉害了。对，祝棚节7月15他把它改到哪一天？改到8月15了，改到8月15然后他就在那个自己新定的日期，然后又在那个伯特利耶罗波安就像扫罗一样，他自己就做祭司，然后呢上那个祭坛去献祭，这就得罪神。那个扫罗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被神厌弃的原因之一自己去擅自献祭然后擅自更改神所定的节期这个严不严重？非常严重好，那个记载在那个但以理书7章25到26节。好，那边他们写着改变节期和律法，他的权柄必被夺去。好，就是说不能乱改那耶罗波安呢，他忽视那个神的命令，然后造金牛犊立凡民做祭司，然后又是更改那个神的节期，他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就随自己的意思去改写那个律法了那个
讲义有提醒，他说，今日教会是不是面临同样的挑战？这个刚刚有讨论哦，就是说会融入一些那个世界的观点。好，可是不管世界怎么说，神的儿女绝对不可以偏离那个神的话。好，那另外就是伯特利跟那个但的2个金牛犊也提醒我们，好，世界也用类似的方法要让那个基督徒去拜金牛犊。啊，譬如说，我们常常很爱自己的儿女啊、父母、兄弟姐妹啊，或者朋友啊，或者一些金钱啊、权势地位啊，或者3C 产品等等啊，好，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然后不尊神为主。好，那就说任何事情任何人事物，如果超过那个神话语的地位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金牛犊。好，那路加福音16章13节提醒我们，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对 ，OK， 很好。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好，那个圣经上有一节上说，我们应当学习玛利亚，把主耶稣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那个路加福音2章51节这样讲心肝来看耶稣的代志。好，那不要被那个神以外的人事物或者情感或者情绪，甚至那个好事坏事被他所操控绑架。我们应该让那个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这刚刚的8月15，好，补看一下好了。就是他像那个伯特利的牛献祭。好，那现在看到这个好，现在看那个好，那奉神的命就是神说的有一个神人神人就是先知的意思。好，有一个神人从犹大去到那个伯特利啊，这时候呢，耶罗波安正好在那个坛边要烧香，然后神人就奉那个神的命就向坛呼叫说，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好，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人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这个刚刚都有讨论过好，那有关约西亚的预言他到300年后就应验了好，那就当天就是在这一天那神人设了2个预兆是什么？这刚刚也有讨论过就是第一个就是坛会破裂，第二个就是坛的灰会倾洒那坛上的灰会倾洒，表示那个现在坛上的祭物是很不好的、鳖类的，只有被那个践踏的份。好，那耶罗波安不喜欢听这些话，当然不喜欢他就伸出手结果手就怎么样？枯干那对那这同时两个预兆神人所设的那2个预兆都应验了。好，那耶罗波安他没有认同耶和华神是他信靠的神。你看他怎么说？好，他求那个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好，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对，一共列行不是耶行好，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好，这种讲法很像那个前面约押也是这样讲，你的神约押那个大卫的元帅那神人他到目前为止做得很好，他就遵照那个神的吩咐，神跟他说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好，也不可以从你去的原路回家。好，那神人就很严厉的拒绝那个耶罗波安的邀请吃饭。还有喝酒，还有赏赐，你说你都不爱信的对吧？他就从别的路回去了。好，那神为什么要禁止神人在伯特利吃喝？好，吃喝是一种那个亲密的行为这我抄了一节这个。好，那就看那个哥林多前书10章21节。好，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就是神是忌邪的。对，你要这个就这个，不能侍奉神，要侍奉马门。马门就代表一些偶像或其他的
好，那我们来看那个老先知哈。那神人哈，现在讲前面那个神人，神人一次释放哦，并不代表他对神永远的忠心。好，那住在伯特利哈，有一个老先知，他是一个妥协者。好，他受那个偶像之地的耳濡目染，他不说神真理的话，然后假借那个天使的名哦，去强留神人吃饭。好，那引诱神人违反神的禁令。好，那神人明知哈神的吩咐，却没有警醒去分辨、去查验那个信息的真假，就轻易的上当。好，这一题我们刚刚小组哈，我们都有很丰富的讨论。那个牧师妈她提到，是不是神人这时候太累了，然后就很轻易的上当，身心灵都很累了，这有可能哈。那提到这个很好的点，好，就一下就忘记那个神的吩咐哈。那就在那个神人和老先知在用餐的时候啊，那个神就借着老先知宣告对神人的审判。他说：“神人将会死在他乡，而且不能站在神人他自己的列祖的坟墓。”那神人呢？他真的被那个路上的狮子撕裂咬死。好，那老先知呢，就把神人的尸体搬在那个驴背上为他哀哭，那就站在先知他自己家族的坟墓。好，这先知也是很矛盾那边搞配，人家死了，他又为他哀哭。好，那神人两个要搞清楚神人的预言，他预言说伯特利祭坛和撒玛利亚城镇那些神殿遭受攻击，神人的这两个预言后来也都一一应验了。好，那神人所犯的错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好，这刚刚我们也有热烈讨论到就是说，任何从神来的话语、劝告还有传言如果和神的话语或圣经原则不相抵触的，我们都不能听从。好，那我们应当信靠那个圣经的真理和原则。不要听信人自称为先知所说的话。好，譬如说这个讲义写的，譬如说摩门教或者其他异教的说法。好，然后尤其在那个末后的日子特别要小心假先知、假教师和假灵性的教导。好，不要陷入在他们跟真理不符合的骗术当中。好，那就是说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凡是跟圣经真理原则有冲突的，一定不是出于上帝的。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交往，以免受蒙蔽。好，那到了那个13章33到34节，列王纪上耶罗波安对于神人的警告，他有没有听？耳边风，他没听他仍然不离弃那邪恶的道，所以他所犯的罪使他的王朝没落，那一代不如一代，那以色列国最后就灭亡。这个好，这个先查验是否出于神。对不起这边出现的跟我手机电脑出现的不太一样，它这边有分段出现。好，那我们看那个耶罗波安的罪那耶罗波安呢，他利用部分的圣经教导，然后又部分的融入世界的观点，那圣俗混杂，那这个犯了那个属灵淫乱罪。好，那耶罗波安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造了2个金牛犊。好，现在看他的罪是什么立凡民为祭司，又在丘坛上建殿，自己又上坛献祭，更改神所定的律法的节期。好，那耶罗波安他不是按照神的制度来敬拜神，他是随心所欲的去膜拜偶像。好，那耶罗波安的罪是这段我自己加的，它是渗透性跟破坏性的。那为什么说他的罪是渗透性跟破坏性？因为那个北国后来有一个王叫做耶户，他曾经消灭那个耶洗别从西顿输入的膜拜巴力的风俗，他把那个风俗消灭了。
可是他却让那个耶罗波安的2个金牛犊继续存留，还强调说这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对，好，那行耶罗波安所行的这一句话就是后来的君王他们拜偶像的一种耻辱的标记。如果说那个王拜偶像的话，都会讲这一句：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那耶罗波安的儿子叫亚比亚，他生病了。亚比亚的意思是我的父亲就是主啊。那耶罗波安就命令就吩咐他的妻子带那个很普通的那个礼物啦，就是10个饼、几个薄饼，还有一罐那个蜜不爱红金出来的对了，叫他改装成一个普通的妇人，然后带着普通的礼物去见那个示罗的先知亚西亚，就之前预言罗波安会做王那个先知好，那耶罗波安不想让人家知道，他去问那个耶和华神的先知因为他知道那个自己所立的祭司是不灵验的，所以他就回头去找那个真神的先知。那他也知道说，真正遇到困难他自己新创立的宗教，没有什么用武之地的。好，那他要去找那个先知亚西亚，他就是希望那个亚西亚对他的儿子有祝福的话，就像之前先知亚西亚祝福他会做王那样子啊。那个亚西亚这时候年纪很大了年纪老迈眼睛看不见，可是他属灵的眼睛呢，仍然有从神来的洞察力。那他一眼就看穿，那个耶罗波安的妻子是改装的这边听到他就说他是改装的那先知就责备那个耶罗波安说，那个神将国从大卫手中夺下来赐给你，可是你却不效法，大卫一心一意对神效忠，你也没有听神的命令好，那耶罗波安他所犯的罪比以前的君王犯了更大的罪。好，他背叛神，然后又造了偶像，然后混乱那个祭司的制度，然后又更改那个神所定的节期。所以神就会让那个灾难临到罗波安的家。那这个审判包括3点。第一就是耶罗波安的王朝必从地上被消灭。那男丁无论为奴或自由都必剪除。那第二就是属罗波安的人他们死的都不能入土安葬。那尸体的会被狗跟那个在城市的会被狗吃掉，在野外的会被鸟吃掉。那第三点就是北国将因为拜偶像而陷入亡国，会动荡不安。好，那从迦南地，他们会从那个被视为业的美地上被拔除，然后被掳到哪边？大河之西，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以北的哈伯河口跟马代人的城市那耶罗波安的儿子他们家族因为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他因为有善行，所以他虽然死了，可是死后有哀荣。好，他是他们家族当中唯一能够唯一入土为安被埋葬的。那耶罗波安做王22年，那他接替他做王的就是他的儿子叫拿达。好，那亚西亚另外还有一个预言，他就是说，将来有一个王叫做巴沙会兴起。然后这个巴沙王会杀的那个拿达，就是耶罗波安的儿子。那等到巴沙一登上王位就把耶罗波安全家人都杀掉了。好，这边这刚才的那我们看原则2，那基督徒必须常常警惕，防止假教师不合圣经的教导。好，那这边我引用一个约翰1书4章1节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好，那我们在本课中一直提到说，那个北国以色列因为拜偶像的罪会被掳到那个外邦之地。这个预言
在这个时间点的100年后就真的应验了。那以色列人被掳的预言其实早在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上帝就已经警告他们说：你们若离弃神，神必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从应许之地把他们拔出。那因为神很怜悯，神是有大怜悯的，神击打一个残国就像在以赛亚书那样子那当犹太人被掳到外邦的日期满足神又感动外邦的王，准许他们归回。好，我们之前有提到被掳到外邦70年就是从那个主前606到主前536，也就是犹大王约雅敬3年到那个古列王元年好，那这边以斯拉记5章1到3节，波斯王古列元年，好，这一年就是主前536年。神激动王的心，让犹太人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就是神是跟他忏悔，他就会施怜悯给他的百姓，还有我们这样子那列王记它上下在比较偏重记载那个北国的史记。好，那历代志上下比较偏重记载南国的史记。好，那这边附带有那个图，就是南北国的比较。看到回傻傻，好，这个没关系，这会念到好，你可以比较一下这样子。好，那就到这边好，那来那个祷告因为上帝感谢俄勒利，对罗伯安无专心跟对上帝，罗伯安自作聪明，自我想，佮随便改变上帝的律法，真济的政治计算，到落尾一切拢空空，佮受到上帝真严厉的审判，这拢互阮得到真大的警告。上帝是圣洁的，对上帝的话唔通拍折来听，信心顺服，遵行上帝的诫命是唯一。军队的路，求主帮助，伫阮军队主的路上一路来扶持阮。阮伫遮嘛感谢主对学期头到学期尾来看顾读经班。主你必定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做读经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伫遮祝福你牧师伫高雄真金教会嘛推动的四海读经班会当进行真顺利感谢你亲自竞选。真渴慕主你的话的学员互阮拢得到百足的养赐，满有主的生命甲智慧，互阮拢后摆拢真做会当教导别人的人。感谢你嘛，赏赐读经班有上好的同工即学期3个月半以来每礼拜2暗时有5个人拢会真拍拼咧预查嘛得到郑老师真诚恳的帮赞助你的安排拢是上好的，阮有福分参与伫读经班，是阮的福分，通利益家己，搁利益别人嘛荣耀上帝。阮伫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到这边那个7月不是7月6月啦，不是9月，6月29号回来做那个见证分享，就是列王纪上1到14章，列王纪上到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小组我们那个线上组讨论得好热烈，因为阮迄组那个年会接近嘛，就是我们都好喜欢，他们那意见都很好，好，谢谢那个线上的线顶的学员感谢你们，好，那个。29号再回来，29号2月29，因为后礼拜是端午节，对，每个人都有拿到那个奖品吗？奖品是那个礼券都有拿到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老师那个。刚刚有一张图那个德撒就是那个德撒就是他太太，对，他们从所以他那个耶罗波安是住在德撒吗？
它是那个第3个建立，它一开始是事件跟那个壁炉娱乐，最后它又加进那个德萨。他9月几号开学？9月7号。所以他从德萨来，又回到德萨，代表他们王族就住在那里吗？应该是。哎，德萨是后来才建的，一开始是重心在那个事件跟壁炉娱乐。哦。那个今天的，珍慧姐今天的讲义是有16课的哈。总共16份哦。16课。有，题目有16课啊。对啊，15课的讲义。16课，对。那是那个9月要用的。对。回去给我马上写作业。